个疫情较严重，国内的旅游长项，台中市邀请大家走入社区，深度旅耍。今年推出着5条旅游的路线，有山线，也有海线，这台中旅游的专家抢先来体验。 台中市今年精选5条路线10个提出，由台中社区营造有特色的一群人，甲大家做伙同乐。我们也很期待说，透过社区文化之旅，大家亲自走访之后，也留给社区变成一个常态性的。伊是海线真出名的社区人士唱歌啊，即摆要带大家到大家调用社区去佚佗，要体验一连串甲葱仔有关系在地文化。 这百姓就是以葱啊为生的，正葱、慢葱，了再个西葱。伫和平的北岭历史界发展协会头一摆成军嘛真有实力，带大家做伙考古深度去探索水源甲迷信，大家会使对社区人士感受在地人文风情甲生态，为今仔日开始报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